我係林永峰，我係航運交通界立法會議員。我1998年喺香港理工航運系畢業，入咗航海呢個行業，一行咗10年。咁中間我遠赴呢個英國考我嘅遠洋船嘅船長牌。咁返到香港有幸可以升任遠洋船嘅船長。10年之後就喺一間本地嘅航運公司，亦都係國際航運公司由做一個總船長晉升到副總裁。之後轉咗去呢個招商輪船旗下嘅香港明華船公司度任職，現時任職董事長。希望用專業知識同埋國際視野去為我哋業界、為香港同政府去建言獻策，鞏固提升香港國際航運中心地位。你喺議會當中你會點樣去推動你界別去融入內地，去連接世界呢？有冇啲咩嘅具體建議呢？內地亦都係全球最大嘅出口國，香港係一個好有效率嘅港口。我哋應該可以利用國家呢啲咁大嘅出口嘅量，好多人都覺得航運交通係最多排放嘅行業嚇，無論係汽車、輪船或者飛機。咁所以呢個交通行業嘅綠色轉型係對保護環境係非常之重要嘅。咁我希望可以推動加快香港綠色轉型。香港同埋我哋業界係要再出發，政府方面出台一啲政策去扶持業界，自己都要集思廣益啊，同一啲香港嘅本地嘅高等學府啊，同一啲本地嘅航運企業啊，再加上我哋內地一啲著名嘅海事大學啊，咁一齊去合作，去培育呢個海事人才，共同努力去鞏固提升翻香港呢個國際航運中心。